这时，咱要开始咱今仔日第2场的聚会，请走啊！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论到地上神的百姓，伊是极其好，是我所深深欢喜的。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因的忧苦要若加添，因献电花的祭，我无要献。我的嘴唇也无要提起因的名。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的杯中的分业。我所应得的，你加我固守。你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是真好。即马参加来吟圣诗第150首。我来亲近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爱
请大家由阮徛日，让同齐用许多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做全能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文第12篇，就是诗篇第40篇。我耐心听候上主。因为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黑坑，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予我停伫石板顶，予我的骹步安稳。伊教我用新的诗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侪人看到敬畏来信靠上主。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诚侪真侪的奇事，啥人袂当甲你比？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侪，要讲嘛讲袂了。这事甲礼物你无爱。小话济，甲小做济，你嘛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听，所以我应讲我伫遮。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这时，咱大家来参加来祈祷。阮所敬听的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主你的圣日，阮要用欢喜敬虔的心来敬拜、来学乐你。伫早前，你为了阮的罪受苦、背担担、顶十字架，拯救阮的灵魂，直到今仔日。主啊，阮需要你。求你赐予阮快乐甲信心，求你教示阮来遵守你的诫命，也求主施阮伫你的宝座前，凡事伫头前拢有你的带领甲引带。愿恳求你保护阮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有平安快乐。时时甲主相甲伫地，将福音的事看做为重要，做光做盐，帮助需要的人传美好的好消息。因为阮知认识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祝福。愿我所求的拢为合你的旨意，予阮明白你的真理。来活出活泼的人生，享受永远的活命。阿门。即马咱三个来看圣经。圣经有2位，第一位所在是伫腓立比书3章40到14节，第二位是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圣经是安尼讲。虽是安尼，我也有通瓦靠肉体。若别人掠做有通瓦靠肉体，我就搁较有
我第八日受割礼，是以色列族的人便雅悯的支派，是希伯来的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照热心就是昆鸟教会，照伫律法的意就是无芳通享。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数，是爱得到基督，来长长踮伫伊，毋是有家己的意出伫哩律法的，就是有对信基督的意。上帝为着信所想事的，互我捌伊，甲伊国外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看话得通得到迄个对死人中的国我，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独独走前前，看话通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独独全无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彩表来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赏。第二节圣经则是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圣经安尼讲，所以耶稣伫搬过节前6日到伯大尼，就是拉撒路所住的所在。伊是耶路撒冷对死人中，互伊国外的，因就对遐为着耶稣被办的园头。马大的四校，拉撒路也是单独的一个。玛利亚就是赶一斤结过去的拿大香油，抹耶稣的骹，佮用家己的头毛来刺伊的骹。香油的香满厝，有伊的学生一个，卖伊的，就是加略人犹大。讲，啥事毋通将这油膏来卖阮啊300个来互送向人啊？伊安尼讲，毋是因为关心伫送向人，是因为伊是贼，佮管钱地，偷摕所下的拿定。耶稣就讲，出在伊将这会留的伫我埋葬的日。因为常常有送向的人，甲恁伫地，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以上，愿上帝话，赐互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来请咱圣歌队来学乐，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今日的讲道是由咱的传道张正义传道，伊讲的题目是“剑有比耶稣基督搁较重要的事吗？”兄弟姊妹平安。伫这个腓立比书3章的第3节讲，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先生伊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讲，恁着唔通啊，恁这个人，恁着唔通想讲家己会当倚靠肉体。会能力守律法来得到救赎，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啊，这就好亲像是讲恁啊，恁这个人啊，恁会感觉家己真敖，对无？恁会想讲家己是因为家己的才调，因为家己的努力，因为家己是一个出生伫已经有真久的基督教信仰的家族，自细汉开始啊，就真知影律法。而且真遵探律法，应该遵守的拢遵守啊。上帝的诫命，恁拢真知影。上帝甲恁讲唔通做的，恁拢无做；应该去做的，恁拢有去做。所以恁会想讲，那安尼啊，我应该是妥当啊，应该无啥物问题啊。天国就是为着我这款人预备的。但是兄弟姊妹啊，代志讲是安尼，代志讲是安尼，咱继续来看保罗是安怎讲。保罗讲：“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啊。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的。”保罗讲：“恁想讲，恁若会当倚靠肉体得到，我甲恁讲，若真正要来比较。”我才是会当倚靠肉体得到的迄个人。这安怎讲啊？第一，上帝讲，伫出世的第8天要创啥？受割礼，吼，对，受割礼。我就是第8天受割礼的。我的家族拢是照步来的，照规矩来的。第8天我就受割礼啊。第二啊，保罗讲，第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照这种家族的传统来讲，我是一个正港的以色列人，是便雅悯后代的子孙。所以我原本我就是出世伫上帝选民中的这个家族。好，便雅悯是啥物人？是啥物人的后生？雅各的后生。你敢知影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做啥物人？啥物名？扫罗。扫罗就是便雅悯的后代，而且保罗原本叫什么名？伊嘛叫做扫罗。所以保罗就是正刚出生伫真正上帝选民的家族，伊毋是外邦人。吼，啊你甲我咧，我咱拢是外邦人吼，咱每一个拢是外邦人。第三吼，保罗讲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啥物意思啊？保罗讲，若是照这种种族甲系统的这个来讲啊，我是正港的犹太人，我是正港的犹太人。第四，伊讲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伫迄个时代啊，真济教派当中啊，我所选择的这个教派是法利赛派。法利赛派是啥物派啊？法利赛派就是上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的一个教派，因为任何人拢了解上帝的律法。这个教派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复兴犹太人传统的信仰。因真认真、真遵守摩西的律法。保罗先生啊，就是这个教派的人。保罗要讲的就是，伊是一个比任何人更较尊探上帝律法的一个人。好，而且啊，伊安尼讲，伊讲就热心说啊，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啊，为
为着要维护这个上帝的律法，过去保罗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伊过去为着要复兴犹太教的传统，伊迫害这个耶稣的基督的门徒。保罗讲到这吼，有一个结论，伊讲就律法上的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讲，若是要讲到律法，伫律法的面前，若真正要比较，什么人较圣洁，我会当大声甲恁讲，我这个人是无什么通嫌的，我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是讲，我保罗伫律法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我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律法人。啊，恁呢？恁无法度啊！菲律宾教会恁遮的人啊，你无法度甲我比啊！我才是无啥物通嫌的一个完全人。但是啊，保罗安尼讲，兄弟姊妹，我要问你，保罗刚会想讲，因为安尼我就透动啊，我就一定会得到啊。保罗刚会安尼想，咱继续看吼，第7节伊安怎讲？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弟兄姐妹注意，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比较起来啊，保罗我是一个无啥物通嫌的人。但是我要甲恁讲，自从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较早遐个代志，我会当来答喙讲的这个代志，即马我看做是啥物？我看做是粪扫啊！我看做是粪扫。华语圣经说，这叫做粪土。我过去所看重的这一切，我们再来看一次。保罗说我第8天受割礼，这对保罗来说，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后，第8天受割礼这种事情叫做粪土。第二点，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正统的上帝的选民。我遇到耶稣基督之后，这对我来说叫做粪土。”第三点，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这对我来说是粪土，没有用。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最遵守摩西律法的人。我遇到耶稣基督之后，这对我来说是粪土。就热心来说，我为了维护犹太教的传统，我去逼迫了教会，逼迫了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只要因为耶稣基督，这就对我来说是粪土，一点用都没有。我是无可指责的，没有错。可是遇到耶稣基督之后，这是粪土，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啊？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除了得到耶稣基督以外，什么代志对我来讲拢是粪扫。这就是保罗伫腓立比书第3章所讲的。以上这是今仔日第一段经文，咱继续来看今仔日第2段的经文。第2段的经文伫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2章。约翰福音伫遮记载一个玛利亚甲耶稣的故事咱来看。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兄弟姊妹啊，我相信这段故事啊，咱伫教会已经听过，唔知影几届啊。恁敢知影这30两的银，差不多是偌济钱？照圣经的这注解册来讲，30两的银，差不多是当时啊一个工人规年的薪水规年的薪水。比如讲，我较早是咧做社工的，我一个月差不多赚3万块，一年的薪水是36万。你会当想象一下当时的玛利亚就是将这36万去买一罐膏油。后来啊，伊拄到耶稣的时阵，因为伊对耶稣的疼甲尊敬嘛，伊就将膏油甲倒出来，去抹耶稣的骹。而且啊，伊用家己的头毛去拭耶稣的骹。这时阵啊，边仔有一个人叫做犹大，伊讲这香膏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其实我老实甲恁讲啊，我家己嘛会想讲，对呢，这是36万呢。
唔是3600块呢，是36万块呢。这会当帮助一个真善的一个家庭，食饭食足久的，对无？啊，你一声甲倒了了，无毋对啦，你是去抹耶稣的脚，无毋对。但是安尼讲对，耶稣敢会欢喜？咱做遮的代志，耶稣敢会欢喜？耶稣毋是讲咱爱疼厝边亲像家己吗？若是安尼讲，咱毋是应该去所谓的周济穷人吗？但是咱来看耶稣安怎讲？耶稣讲，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耶稣来讲，咱上应该做的，毋是疼厝边亲像家己，毋是这个哦。毋是这个是啥物？兄弟姊妹，咱的大诫命的第一条是啥物？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啊，这算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兄弟姊妹，你有发现无？这有两字非常的重要。其次，第二啊，其次爱疼厝边亲像家己。若是安尼讲起来，疼主甲疼人倒一个重要？疼主甲疼人倒一个重要？疼主重要，疼主重要，毋免怀疑，就是疼主重要。无怪啊，耶稣真欢喜接受玛利亚对伊所做的这项代志，因为疼主就是上重要的啊，兄弟姊妹。今仔日的两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啊，这个结论是啥物？这个结论就是，咱就爱疼咱的主，疼咱的上帝，超过一切其他的人事物啊！咱就爱疼咱的耶稣，超过所有的人，超过所有的代志，超过所有的物啊！这就是第一条诫命的意义，也是耶稣为什么接受玛利亚将这个膏油抹伊的脚的原因。而且，若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人的才调。人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的地位，人有偌认真遵守上帝的律法，拢毋是上重要的。安尼讲上重要是啥物？上重要的对保罗来讲，就是得着基督。人若是会当得着基督，每一天亲近耶稣，每一天人若是会当透过圣灵的信心的带领，每时每刻都与上帝处在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来，我相信讲到这，兄弟姊妹，恁拢会当同意圣经所教示的，所教示啥物？疼主是一项比任何代志都搁较重要的代志，对无？对，好，恁讲对的吼。那安尼讲，自今仔日开始，是毋是啊？所有的人啊，恁拢袂当因为其他任何的代志影响到你甲上帝的关系。敢是安尼？好，若是安尼吼，若做礼拜的时阵，若是你的头家要求你讲，你爱加班哦，安尼要安怎？你就要应讲啥？你甲应讲，头家啊，你上较边仔啦，咱的耶稣较大啊，你毋知影我要去做礼拜呢，我甲你加班，我无要甲你加班啦，敢会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袂使安尼讲。你毋是同意亲近耶稣是上重要的吗？为什么袂使安尼讲呢？咱会当想一个咱会当思考一个这个问题。第二啊，若是照玛利亚的故事中，耶稣所教示的，咱所有的信徒拢应该将所有的金钱奉献给什么人？奉献给教会，来创啥？来建堂、宣教，啊，搁啥？给牧师甲传道人写礼，恁袂当甲将金钱去转予遐个善食人，遐个艰苦人，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玛利亚的故事就甲咱讲，奉献给耶稣是上重要。敢是安尼？敢是安尼？无人回答，好，无要紧。我坦白甲恁讲啦，其实连我家己嘛常常咧思想讲，咱到底要怎样来决定？我的意思是讲，无毋对。
耶稣基督的确非常的清楚，甲咱讲听主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并无代表讲别项的代志无重要。保罗的教示当中，的确嘛非常清楚甲咱讲，得到基督才是上重要的代志。但是其他的代志拢无重要吗？讲真正为今仔日开始，我拢唔免阁选择，我应该听主也是听人吗？因为照耶稣跟玛利亚所讲的，咱是毋是应该规工伫教会亲近上帝，唔免付出任何的精神甲气力去帮助这弱势的人、弱势的团体？敢是安尼？代志敢有遮尔简单？这是一个真歹回答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伫过去困扰我真长的一段时间。我实在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的意思，到底是要互我爱我亲近伊，也是将我一生奉献予伊，也是应该将奉献予遐个需要帮助的人。我唔知影，我无法度决定我无法度决定。平常时我唔免非常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唔免，我会使继续生活。但是有一摆有一摆伫神学院佫发生一项代志，是啥物代志呢？即摆毋是我互当掉你唔免烦恼，我无互当掉我佫去看电影我去看一出电影，这出电影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这出电影是韩国的电影，是一出互人看了非常非常艰苦的一出电影。电影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男主角是一位老师，伊去韩国一个真庄脚的所在，一间特教的育幼院去内底做老师。这个育幼院所收的囡仔非常的特别，因拢是无法度听、无法度讲话，所谓的聋哑人士，而且因拢是儿童拢是儿童。看起来，这间育幼院是一个帮助人、帮助这个弱势族群的一个慈善机构。但是非常让人感觉遗憾的是，这间的育幼院的院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歹人。因的老师长期以来拢用非常暴力的方式虐待这个儿童，甚至性侵这个儿童。我即马要放一段其中的影片，互恁看。但是因为这出电影是保护级的，所以咱现场若是有还未16岁囡仔，也是少年请爸爸妈妈会使暂时带伊离开暂时就好。这出电影叫做《熔炉》，歹势，帮我回到 PPT 一下好不好？好，这出电影叫做《熔炉》我即马要放的这段是一位真细汉的查某囡仔，因为互一个歹老师用暴力的方式甲虐待。这个时阵，互男主角去拄到，这个男主角就是这顶悬这个叫做孔刘，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韩星互伊拄到。这个男主角，这个孔刘就救伊这个囡仔，救这个囡仔去病院。但是学校的歹老师要甲这个囡仔抓回来。好佳在男主角有救这个囡仔出去。后来这个男主角，伊为着要甲育幼院当中这个邪恶的代志，甲揭发出来，所以伊要求这个囡仔就是伊救伊出来这个查某囡仔，将迄个院长所做的这个邪恶的代志甲讲出来。因为伊是一个无法度讲话的人，所以伊就用手语用手语来表达。咱要看的就是这个囡仔所讲的一件真可怕的代志。麻烦咱的同工会使开始play。那个视窗要拉到荧幕中间。32分06秒开始，32分06秒。
麻烦声音先开大。지난주 목요일 자해학원 교장에게 성추행을 당했다고 하는데 그 과정을 말해줄 수 있어요? 그날 방과 후에 기숙사에 가서 옷을 갈아입고 운동장에 놀러 나갔습니다. 함께 놀던 유리가 화장실을 간다고 하고서는 돌아오지 않아서 유리를 찾으러 다시 학교에 갔습니다. 교장 선생님이 잠깐 와보라고 하시는 것 같았어요. 교장실로 절 데리고 갔습니다. TV가 켜져 있었는데 여자랑 남자가 벌거벗고 있는 영화가 보였습니다. 교장 선생님이 들어와서 바지를 벗겼어요. 안에 누구 있어? 저기요!好，我们放到这里。麻烦帮我回到 PPT。
兄弟姊妹，我搁讲一解哦，我搁强调一解。这出电影是一件真实发生伫韩国的一个社会的事件。恁所看到的这个查甫人啊，就是我所讲的这个足邪恶的这个议长，伊竟然是一位教会长老。伊伫韩国啊，伊是伫迄天啊，迄天我看这出电影的时阵，我伫新下院的一个宿舍内底，我看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啊，我就甲 DVD 甲禁起来，我看袂落去啊，我就甲禁起来。我的椅啊吼站起来，我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我对着天花板啊，我把手举起来对着天花板，我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救他？你为什么不帮这个女生？你为什么不帮这个小女孩？你不是那个把红海都分开的上帝吗？你没有能力帮她吗？你没有能力帮这个小女生吗？你算什么上帝啊？你还跟我说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帮她？对，我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这段圣经背得比谁都熟啊！我知道你有伟大的计划，我知道啊。你为什么不帮他？但是你为什么不帮他？你还说你是慈爱的上帝，你为什么不帮他啊？以你的能力，你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人死啊！你可以帮他，你为什么不帮他？你这个上帝，你为什么不帮他？兄弟姊妹，我无甲你骗啊！迄天啊，我差一点嘛，我要失去我的信用啊，失去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兄弟姊妹，我有分享过去我原本的头路就是伫幼儿园内底当社工，做社工。我较早就是一个社工，甲这个老师同款。我较早规工拢是甲这个孤儿同齐生活。迄天啊，我看完这出电影，我竟无法度徛起来去上课。我规个下晡坐伫房间，伫个祈祷当中创啥，你知无？我甲上帝咧冤家。我就直直甲问讲：你为什么不来帮助这个囡仔？你为什么不来去救伊啊？你为什么不救他？后来啊，我想到一项代志，我问我家己讲：为什么我要回应这个呼召，做传道人？为什么啊？原本我是做社工的啊，我若是伫幼儿园当中会当陪伴这个囡仔，若是我会当转去做社工，至少我所陪伴的这个囡仔，我会当尽力保护因，莫互因拄到遮尔可怕的代志。我会当尽我家己的气力，保护我会当保护的这群囡仔。但是我若是去做牧师，我敢有这个机会去保护社会当中藏伫黑暗当中的这个孤儿？我敢有机会？我唔知影敢有机会啊！我做牧师可能永远无法度保护因嘛。上帝啊，你这个不可理喻的上帝，这个不可理喻的上帝啊！我袂愿阁回应你的呼召啊！我要离开这间神学院，我要去保护这个孤儿。你无要保护因，无要救因，我家己来救。我无要等你出手，我家己来啊！你竟然互你昔日的教会的长老做这款代志，你阁无要管？你到底是咧创啥，上帝？你到底是咧创啥？兄弟姊妹，你可能听得出来，这时嘅我所思想的、所思考的，就是拄则我所提出的迄个问题。到底我应该亲近耶稣，亲像玛利亚帮助人得到基督，亲像保罗所教示的，是要安尼吗？因为玛利亚的故事，甲咱讲的亲近耶稣，
比帮助艰苦人更较重要。保罗教是得到基督比任何代志更较重要。若是安尼，我应该去做牧师对无？但是我无爱，因为唔知影什么原因啊，上帝竟然互伊所设立的长老做这款邪恶的代志啊！伊讲唔管啊，我应该马上转去做社工，我要保护遐个囝儿，互因莫拄着遮可怕的代志。我规个下晡拢甲上帝咧讲遮个代志，我无法度徛起来，我的目睭刻无法度，没有办法睁开，一直在跟他讲这件事情。当我家己小可会当冷静的时阵啊，我将遮个对话啊，我甲上帝遮个对话写伫手机内底一个赖的群组。这个群组当中有几来个我的好兄弟，吼，因即马拢已经是团导啊吼。当时因是我的同学，当时因就为我祈祷，我遮个好兄弟就为我祈祷。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因为我祈祷以后啊，圣神竟然透过我一个足好的朋友的嘴回答我的问题。圣神安怎讲？圣神甲我讲：小易啊，小易啊，你着爱啉酒嘛，你着爱啉酒，你唔通袂记哩啊！福音才是上终极的救赎啊！福音才是最终极的救赎啊！福音才是最终极的救赎啊！我甲上帝应讲：上帝啊，我拜托你，好，我搁相信你一届。我拜托你怜悯我拜托你怜悯遐个孤儿，我拜托你，互因脱离遐个歹的代志，遐个邪恶的代志，互因得到福音嘛。迄天的暗时，我甲上帝讲：好，我搁相信你一届。我相信福音才是上终极的救赎，上终极的救赎。我愿意做牧师为你传福音，但是你着爱互我看到福音是安怎救赎这个囡仔，安怎救赎这个孤儿。你千万唔通互我搁失望一届啊！兄弟姊妹，今仔日啊，我会当徛伫遮，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是因为迄天上帝搁一届互我知影，福音才是上帝上终极的救赎。后来我才选择继续行传道人这条路。但是兄弟姊妹，你千万唔通误会哦！我唔是咧甲恁讲，自今仔日开始，咱拢免帮助你身边的艰苦人。我唔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是，咱若是真正要帮助人，咱就应该搁较亲近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上帝的疼，会当互咱帮助人的，互人有。只有上帝的爱可以让我们有帮助人的力气还有能力。只有咱先互上帝亲近，互上帝帮助咱对别人所付出的帮助，才袂变成一件邪恶的代志。只有我们先被上帝的爱充满，我们被上帝更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去对别人付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才不会变成一件邪恶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啊！刚刚在影片里面那个很邪恶的校长，我说了，他竟然是一位教会的长老。你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是被恶者所利用啊。就信仰的角度，我来看他就是被恶者所利用。他妥协跟撒旦魔鬼的一个交易。好，我去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问你，人之所以会去屈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他利用的原因是什么？我直接告诉你们，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人没有跟上帝的关系出问题，人就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抵挡恶者魔鬼的谎言，去做这样邪恶的事情。所以，咱当然爱会记第二条的诫命，就是爱疼厝边亲像家己。但是，咱爱疼厝边，咱就爱先亲近上帝。咱的爱才是完全的，咱的疼才是完全的，才是安全袂去伤害人的。咱爱疼，才袂去伤害人，因为上帝的爱才是安全。而且，咱的疼有一个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
得到基督，得到福音，这才是上帝上终极的救赎，这才是上帝最终极的祝福，这才是上帝最终极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堂的上帝，请你帮助阮，因为阮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阮若是妄想我靠家己会当得到，一定会失败。请你帮助我，不断的亲近你，不断的倚靠你，因为只有倚靠你，我才有法度得到；也只有倚靠你，我才有法度去帮助别人。然后，上帝啊，愿你透过我的帮助，去帮助我身躯边的艰苦人。当咱真心真意听主我的上帝的时，请你给我快乐，给我健康的心智，安尼我才袂因为家己的软弱，变成一个邪恶的歹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过来吟圣诗第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时来奉献，请赞美主吴文仁来书献。
这是咱来三个来共同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今仔经句是腓立比书3章12节，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多多调正经，看会当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请。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多多走正经，看会当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腓立比书3章12节，毋是讲我家己已经得到，也是已经完全，多多走正经，看会当得到基督耶稣的，所以得到我的。请大家掀开咱的一部第一页，本州事项甲澳洲事项的人员，请大家来注意。第二页是咱的周间的聚会，有查经班、祈祷会，甲遮的团契组织的时间，也阁有咱的遮的才艺班。抑阁咱的教育部才有授洗课程，才的授洗人员，今仔日是第6节课，请陈为民长老来备课吼。过来，咱的晋升课程，甲咱的信仰造就课程，拢伫咱的12点开始，第7课5的教室。主要的部分，咱有各班遮的课程，嘛请咱大家拨时间来参与。第3页是教会小组的组织，伫遮呢，咱的小组有咱的会友斗组织的吼，那请咱大家来踊跃参与，抑阁有关怀探访。澳洲就是咱要举办秀兰州，要开始准备心，互咱每一个人知影，伫即个咱有用啥物的心情来看待咱的秀兰州甲国外节。咱的奉献证明，遮有刊登，若有错误，请来往咱的中节也是办公室来反映。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任4月份即月中是长老是李文贵长老，甲执事刘泰山、黄传俊。即马咱要来为4月份才会受洗来进行咱的生日快乐，我来报名，请你出来。陈郭金英、简楚桂花、周文娟、林千寻、林祖恩、邱淑俊、徐雪英、高思源、张柏林、许佩玉、陈孝燕、陈林素珠、陈林玉玉、陈美智、陈基正、陈清训、陈胜庭、彭秀芬、黄月珍、黄俊德、黄约瑟、黄美荣、黄碧霞、詹淑文、刘如红、许忠勇、蔡月珠、谢和美、简纯义、李国文、何义凤、薛丽华、许明雅、赖慧婉、毕国莲、张正义。请咱首先出来，也是伫顶面无名，你是4月份嘛，请你出来，互咱来甲伊祝福。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阿门。祝你生日快乐！下晡1点，伫701个会议室，咱要召开4月份的中职会，请咱的中职来出席。若是袂当知影伊有要请假，甲咱的书记来报告吼。澳洲4月14是中秋主日，受难周的开始，请咱的兄弟来备办心，同齐甲主同心同行苦路。这是到会刊登咱受难周这个活动的时间。第1场澳洲第1场甲第2场是举行圣礼典甲圣餐式，请咱来备办心。教会消息，而且咱为着咱报税的需要，伫107年奉献证明的会友请会使去到咱的薛丽华财务干事家来去办迄登记吼，以后都毋免摕纸本啦。一只要咱国税局遐都有资料。第2项，4月到6月份的咱的新安宫遮个读本已经到咱办公室，嘛会使去摕啊。再来第3项，就是为了咱夏季学校今年是7月初3到7月初7，遮过日要来办遮个夏季学校的迄个活动。即摆会使开始报名，是一直到5月19日，迄当阵报名截止。咱的名也是72名。再来教界的消息，为着遮教界遮的改变，所以伫5月17到18这2日，伫桃竹苗区才有一个转化教会7步骤的小组教会的研习会，伫中立教会请咱会友也是咱的中职，对遮有想要改变对教会帮赞的，会使来报名参与。第6这是对咱的教会领袖同工培训的课程。即马3月已经结束啊，5月、6月、9月、10月、11月拢有这课程，拢是伫圣地长老教会遮上课，嘛请咱来踊跃来参与。其他的消息都是今日中昼12点，咱的合作社理干事会议伫12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老师直接来做这个报告。大先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一只第1位尤辉才兄弟，尤辉才兄弟，到是咱中间一只。好，拍拍欢迎。第2位是第贵民兄弟。
较共一个去你，我有谈着无？莫甲我含外口的交代，莫甲我含害。来，第三位苏伟杰兄弟。好，是后壁的所在啦，吼。好欢迎恁毋忙等下咱中昼做伙使用爱餐做伙来一只交配的熟悉。好接煞有两对的翁仔某，因为得到上帝所授予予因的产业，所以今仔日要将因所得到的遮个婴仔抱来到咱的会堂内底，接受上帝的即个祝福。咱请令伟甲嘉华抱因的囡仔赵宇轩，以及玉翰甲戴文抱因的囡仔米菲，黄米菲来到咱的台前。好来，好，恁抱的就好，伊无输这囝抱迄软的物件。我这囝人抱无好势啦，吼。好，咱会长请起立。咱做伙用心神甲心实来为着这两对翁仔某来甲因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授予予玉翰甲戴文，予因一个产业，就是一个查囝米菲。主上帝，阮感谢你，将安尼福分授予予因。相共款，令伟甲嘉华，伊嘛授予予因一个查囝于轩。主上帝，这是因一世间上好的产业。愿主上帝，你毋若帮助因，一生活上，一即个教育顶面，主上帝，你拢会当互即两个囡仔，会当互因肉体大汉，总是要求主上帝，互玉翰、戴文、另外甲嘉华，因平平会当用圣经的话，就是用信仰幼稚即两个囡仔，互因的属灵的人，会当平平来大汉勇壮。也愿主上帝，阮即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肢体，会当将即两个囡仔看做那小是咱的囡仔相共款，常常带因关心，常常带因照顾，信仰上也常常甲因扛架，互伊会当伫即个信仰的大家庭内底，不管是肉体，不管是灵命，拢当平平大汉勇壮，会当互因对细汉，会当因成一灵。愿主上帝来照顾、保守即两个家庭，拢常常有你的恩典降临伫因的中间。主啊，安尼愿你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来，请咱即两队来向后转啦，吼。好，会长请坐。好，这我刚倒来都介绍一下啦，吼。来，玉翰甲戴文甲伊囡仔。米菲、黄米菲，咱拍破大欢迎。好，过来令伟甲嘉华甲因的囡仔，吼，赵宇轩，咱拍破大欢迎。啥讲欢迎呢？因为这两个虽然未互我点水咧，毋过一定是咱的新的会友啦，吼，讲对，拢歹甲我应，讲对。我压力遮大是安那？因为这两对，拢相当是我关心的，特别是这是我辅导的啦，吼。因两个拢抱这囡仔出来，所以我小可有压力啦，吼。等下平安咧握手的时阵，唔通问讲无输你当时啦，吼。默默为我祷告就好啦，吼。咱这一届，抱声来鼓励来感谢。好，来，好，请回座。好，谢谢。请咱大家为着咱教会细汉囡仔，伫咱的周报内底有贴一张
你有看到遮真侪咱的细汉囡仔的名单拢伫遮，无来教会，咱嘛替伊代祷。啊，若是无写着，请你甲我讲，我甲伊刊登写个顶面。愿上帝祝福祝福咱教会所有细汉囡仔，甲身体欠咱的兄弟。这时，咱三个来上迎，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大家起立，来迎转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心帮助阮，将主耶稣掠做阮生命第一要紧，将主耶稣成做阮生命的目标，直直来跑走。愿你的心帮助阮，予阮亲像主耶稣，常常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电乐白岛。
大家互相来请安，来行平安的讲，耶稣是咱的依靠。